各位啡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我係主持大啡哥。今日要同大家講一有關 MIRROR 缺席叱咤頒獎禮嘅故事。最近出現咗一個突然嘅轉機，商業電台首席智囊陳志雲突然爆料，話傳聞有 MIRROR 成員或者會趕返香港出席叱咤。呢個傳言一出，即刻激起咗好大風波，甚至被鏡粉質疑係出口術。記得訂閱我哋娛樂咖啡室頻道，我會為你深入拆解呢件事件，透過詳細嘅時間線、各方回應同業界背景，幫你理解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事件要由10月份開始講起。早喺2025年10月 ，MIRROR 嘅4位成員 Jeremy、Anson Lo、Eden 同姜濤出席超 Janky 音樂祭。就喺呢場記者會上，當被問及關於缺席叱咤頒獎禮嘅傳聞時，由 Jeremy 代表發言，佢親口確認咗一個令到成個樂壇震驚嘅決定。Jeremy 講話 ，MIRROR 因為喺1月1號晚上7點要喺澳門新濠影匯綜藝館舉辦 MIRROR First Day 演唱會，所以根本冇辦法出席同一日進行嘅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佢講當然會有啲可惜啦，但同時強調，但我哋每年都好開心可以參加呢個盛事，今次參加唔到，可能下次都可以參加㗎嘛。咁呢個決定一出，即刻激起咗軒然大波。因為 MIRROR 自從2018年出道以嚟，就已經連續參加咗6年嘅叱咤頒獎禮，而且年年都係得獎大戶。尤其係人氣王姜濤，佢仲創下咗連續5年奪得我最喜愛嘅歌曲獎嘅紀錄。每年叱咤頒獎禮上，成千上萬嘅鏡粉都會帶住璀璨奪目嘅燈牌海進場，呢個畫面已經變成咗叱咤頒獎禮近年嘅標誌性象子。咁今次 MIRROR 突然缺席，對叱咤頒獎禮本身嘅影響其實都幾大。不過呢，故事到咗12月13號晚上，先至出現咗驚天動地嘅轉折。商業電台首席智囊陳志雲喺西九戲曲中心出席歲月如歌音樂會嘅時候，接受傳媒訪問。當被問及 MIRROR 缺席叱咤嘅問題時，陳志雲先係否認自己與 MakerVille 行政總裁金廣成之間有任何不和。佢話：我同金廣成邊有牙齒印？冇啊，有咩演出佢都預我一份去睇，又會幫我手買飛。聽起嚟好似要化解外界嘅質疑，但係故事係就咁轉向。陳志雲話風一轉，突然爆料講有傳聞話其中1-2位趕到過嚟，其實我都唔知佢哋會唔會嚟。呢番言論一出，瞬間喺網上掀起軒然大波。本來已經接受咗 MIRROR 會全員缺席嘅鏡粉，突然間又燃起咗期望。一時之間，全網都係討論 MIRROR 係咪真係會有成員趕返香港出席叱咤。有人開始幻想，可能佢哋會喺澳門 show 散場後趕返香港，趕及參加叱咤嘅某啲環節。呢個傳言激起咗好多粉絲嘅討論。不過冷靜下嚟分析，件事好快就起咗問題，因為澳門返香港嘅距離其實好近，搭飛機都係細個幾十分鐘嘅事。陳志雲當時仲特意強調呢一點。但係關鍵嘅問題係，澳門嘅 MIRROR First Day 演唱會係晚上7點開場，而且通常嚟講，一場演唱會會進行好幾個鐘頭，等到演唱會完全散場，可能已經係晚上10點11點左右。到咗呢個時候，香港嘅叱咤頒獎禮幾乎肯定已經完成咗。叱咤頒獎禮向來都係喺元旦日整日進行嘅活動，到咗晚上7、8點，大多數環節應該已經進行過晒，所以時間上根本係冇可能分身乏術。更關鍵嘅係，消息一出，馬上就有 MIRROR 成員親自回應。成員女將安 Eden 被傳媒慰問關於陳志雲爆料一事 ，Eden 嘅回應直接淋熄咗粉絲嘅期望。佢講得好清楚，話自己冇收到通知。佢仲強調自己同隊友喺12月31號同1月1號都要喺澳門表演，而個 show 會進行到夜晚至晚，所以時間上根本做唔到去另一個地方。佢講得好直接，自己就未收過呢個資訊。呢個官方澄清，基本上就把陳志雲嘅傳言釘死咗。咁到咗呢度，一件新聞事件就開始有啲更深層次嘅問題浮上嚟。鏡粉嘅反應係咩呢？佢哋並冇因為有可能有成員來而驚喜，反而係提出咗一啲好有道理嘅質疑。大批鏡粉喺 Threads、Instagram 同其他社交媒體上面發文，直指陳志雲呢番話係典型嘅出口術。出口術係乜嘢呢？就係指喺冇確實消息嘅情況下，故意放風製造話題，目的係要炒熱討論度，刺激購票意欲，或者話提升某個活動嘅曝光率。有鏡粉仲提出咗一個好睇嘅角度，佢哋質疑商台係咪想透過呢個傳聞去谷飛，讓更多黃牛黨投機，從而推高演唱會門票價格呢？又或者係想透過製造可能有成員出席呢個懸念，去刺激更多人去關注叱咤頒獎禮，提升頒獎禮本身嘅熱度呢？呢啲質疑都幾有說服力，而且有啲鏡粉仲提出咗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佢哋講，如果真係有成員去叱咤，咁佢哋就會縮短咗澳門嘅演唱會時間。有粉絲花費咗超過2388蚊去購買 MIRROR 澳門元旦 show 最貴嘅門票，仲要租酒店去支持。佢哋強調，由頭到尾全團12個仔齊人表演，一個都唔能夠缺席。佢哋用銀紙投票支持 MIRROR 去澳門辦演唱會。
依家油鏡偶像會為咗去叱咤而縮減澳門 show 嘅內容，可以理。陳志雲自己其實係否認咗佢同金廣成不和，金廣成係 MakerVille 嘅行政總裁，佢將 MIRROR 呢啲藝人簽到 MakerVille 旗下。陳志雲講佢同金廣成係有交情嘅，佢話有咩演出佢都預我一份去睇，又會幫我手買飛。咁陳志雲雖然咁講，但佢嘅爆料本身其實就已經引起咗好多人嘅懷疑。其實叱咤樂壇頒獎禮喺香港樂壇嘅象徵意義其實好重要。呢個頒獎禮已經舉辦咗超過30年，係香港樂迷每年都期待嘅大事。而 MIRROR 自出道以嚟就一直係大贏家，年年都攞獎，粉絲嘅應援力度都好強。每年睇住 MIRROR 成員上台領獎，聽住鏡粉嘅尖叫聲，見咗一片璀璨嘅燈牌海，呢個畫面真係好震撼。所以 MIRROR 嘅缺席對叱咤嚟講損失係好大嘅。陳志雲自己仲講，其實我都唔知佢哋會唔會嚟。呢句話本身就透露咗呢個傳聞可信度有幾低。講到叱咤頒獎禮今年嘅情況，我亦想提一提，除咗 MIRROR 之外，其他組合有冇出席呢？根據現有資訊，叱咤頒獎禮應該會如常舉辦，只係 MIRROR 缺席。商台應該亦會同其他藝人聯絡，務求頒獎禮仲能有足夠嘅星光同看點。再望向澳門演唱會呢邊，粉絲嘅期望亦好高，佢哋期待見到 MIRROR 12子齊人表演，期待見到全民造星家族嘅 crossover 環節，期待住一個難忘嘅元旦慶祝活動。佢哋嘅投資係實在嘅，包括門票、住宿、交通，有啲粉絲仲要搞緊粉絲團嘅車隊安排，所以佢哋對 MIRROR 嘅承諾亦係好高嘅。佢哋期望唔會被滿足嘅期待打擊到。如果你對呢單新聞有啲睇法同想法，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記得訂閱我哋娛樂咖啡室頻道，因為我會繼續為你帶嚟最新鮮、最全面嘅娛樂新聞報導，提供深度嘅行業分析同理性嘅評論。我係主持大飛哥，我哋下次見。